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翻嚟 EY 學堂，我係姚松炎。今日同大家講下點解香港嘅自置居所率會反常下跌呢？咁係啦，今日題目香港樓市之為何香港自置居所率出現反常嘅現象不升反跌㗎。首先咧，香港嘅自置居所率不嬲都係喺國際排名上高係包尾嘅。譬如呢度以2024年底為例香港嘅自置居所率係低到50.4%，世界排名第3低㗎。咁呢個係根據Trading Economics 嘅國際排名有關自置居所率嘅比例嘅。咁如果由最低嘅瑞士42%，德國嘅第2低47.2%，香港就係第3低50.4%㗎啦。咁其他譬如南韓56.9排第6，英國嘅64.5排11，美國嘅65.3排14。咁所以大家睇到香港都係出咗名係自置居所率長期處於全球嘅極低水平㗎。但係瑞士同德國嘅低自置居所率普遍都會理解為係因為佢哋更加有租住房嘅保障啊嘛。咁兩個國家佢哋都擁有高度制度化嘅租住市場包括有長期租約租金管制完善嘅租戶保障以至到係居民即使唔能夠置業亦都會獲得較高嘅居住穩定性等等嘅政策保護所以更加係樂於租房而唔係買房咯。咁所以佢哋嘅低嘅自置率反而長期係被認為係正面嘅社會情況相反香港就係無論喺租住保障上高租期嘅長短租金嘅波動以至到係其他嘅租務市場嘅保障都係較德國為差嘅。除非你上到公屋或者居屋如果唔係基本上喺私人市場租務市場相當冇保障啦。所以過去一直都有一種講法，就係認為香港嘅低自置居所率就係因為樓價太貴，不能負擔，所以就一直都將呢個樓價不能負擔解釋為自置居所率低嘅原因譬如以呢一個香港立法會研究部嘅報告為例佢當時2021年3月佢就用一個研究報告指出就話香港嘅自置居所對香港社會經濟嘅影響非常之重要㗎。咁佢就分析咗由1997年到2020年嘅自置居所率1997年係歷史嘅最低點喺自置居所率，只係得46.7%即係一半都唔夠㗎。而呢個時候就正正係當時嘅香港樓價最高峰嘛，亞洲金融風暴前夕嘛。然之後亞洲金融風暴爆發之後，樓價大跌60幾個%跌到去2004年嘅低位嘛。咁同期大家見到自置居所率就由歷史低位快速攀升又係去到2004年就去到當時嘅新高54.3%咯。咁所以個報告就想用呢一個反向嘅關係啦，就話樓價好高啦，負擔唔起啦，所以個自置居所率就低咯。當樓價下跌啦，居民買得起啦，咁所以個自置居所率咪快速回升咯。咁然之後2004年開始樓價又持續大幅上升嘛，自置居所率由10級以下去到2019年另一個低位49.8%又跌破50咯。咁所以個報告就想描述呢20年嘅樓價大升391%，而自置居所率就回落4.5%。雖然住戶嘅入息有上升，但係都因為樓價嘅飆升3-4倍所以導致個自置居所率係會下跌咯。但係呢個故事由2019年開始就出現反常嘅現象啦。呢度我哋將過去10年由2013年到2025年樓價指數黃色線同埋自置居所率紅色線左軸去做比較。大家會見到2019年前
兩者咧係真係呈現反向嘅喎，係嘛？嗰個剪刀交叉非常明顯嘅喎。當個樓價指數一路上升咧，自置居所率咧就一路下跌嘅喎。嗱，但係由2019年開始咧，就出現反常現象啦，就係樓價上升啊，自置居所率咧跟隨上升喎。樓價喺過去4年下跌啦，自置居所率咧係跟隨下跌嘅喎。嗱，咁所以如果你睇過去呢10年嘅自置居所率咧，去到2019年開始咧，就出現再唔係同樓價反向嘅關係啦，而係出現咧就係樓價升佢又升，樓價跌佢又跌嘅現象啦。嗱，所以咧就再唔可以好似之前20年咁樣咧，用話樓價不能負擔，所以咧就自置居所率咧就下跌嘅故仔咧就講唔落去咯。因為咧樓價明明衝到上去2021年嘅歷史高位咧，自置居所率咧反而咧係喺近年嘅高位超過咗51%喎。及後咧2021之後嘅4年咧樓價下跌咧，而咧自置居所率咧照計你應該係更加負擔得起㗎，但係咧自置居所率咧不升反跌㗎。咁所以呢種同升同跌嘅關係係近年出現嘅反常現象，顯示咧香港嘅自置居所率咧再唔係傳統嘅一種單純因為結構性嘅樓價負擔能力嘅惡化或者改善而出現嘅一種自置居所率變化啦，而更加似嘅咧係家庭對於房產投資回報同埋價格風險嘅預期調整。因為如果置業嘅決策主要係由負擔水平嚟到決定嘅話，咁理應就係話樓價下跌啊嘛，呢4年，咁我就應該觀察到自置居所率攀升啦，就好似前20年，譬如1997到2004嗰段時間，樓價大跌67%，咁自置居所率咪飆升，由不足50%升出到54.3% 咯。但係現時嘅情況就恰恰相反嘅，所以說明咗咧，最近呢幾年咧，由2019年之後嘅住房咧，再唔係單純咧係話一種居住選擇嘅剛性需求而係更加係一項咧高度受到未來樓價預期同埋風險評估支配嘅資產配置決策嚟㗎。個轉折就係話咧，香港嘅房屋擁有率即係個自置居所率咧，從過去話買唔起、負擔唔起呢個邏輯咧，轉變為咧投資風險評估有關啊！呢個傳統嘅觀點咧，譬如喺 Ray Forrest 同埋葉雁明喺2013年嘅呢一本《Young People and Housing》呢本書咧，裏邊都係基本上係講述呢一個傳統嘅概念嘅，即係長期以嚟咧，即係無論喺學術研究定話公共政策討論之中咧，都係一個邏輯嘅，就係假設年青人都係想買樓置業嘅，咁所以咧自置居所率低咧，就係因為佢哋買唔起，因為樓價太貴，負擔唔到，咁所以變成係一個直線邏輯，就建基於一個假設，就係佢哋係買得起就會買噶啦。咁呢一個咁樣嘅假設咧，就一直都變成一個指標，我哋衡量就係話究竟而家嗰個樓價係咪可負擔，就睇係咪自置居所率咧下跌啦。所以裏邊個邏輯，過去傳統嘅邏輯好清楚，佢就話如果樓價太高，一收入就追唔上個樓價，咁所以年青家庭就唯有咧去租樓咯，都買唔起啦，咁啊難以進入個置業階梯啊嘛，所以自置居所比率咪會下降咯。咁呢個就變成係傳統咧，無論喺研究定話公共領域嘅討論咧，都有一個咁樣嘅線性假設嘅。咁呢一個解釋咧，係喺香港咧就特別有市場嘅。咁譬如1997前就董伯伯就講話要將香港嘅自置居所率推升到超過70%啦，咁但係後來就85000就不存在，都係用呢個自置居所率作為咧其中一個硬指標噶。
咁喺2000年代之後就更加咧係隨住樓價長期都飆升遠拋離家庭收入嘅增長，年輕人上車無望咧就變成一種社會共識啊嘛。咁所以咧嗰個自置居所率嘅下跌咧就長期都被視為咧係一種結構性嘅，係買唔起樓嘅樓價不能負擔問題咯。咁呢個包括咧立法會嘅研究部嘅報告咧，都係有一個咁樣嘅邏輯構建框架嘅。但係呢個邏輯咧本身喺排第二低嘅國家就已經否定咗啦。譬如你睇德國咧喺呢一個研究裏邊咧，樓價嘅負擔水平咧係非常之好嘅。譬如我哋傳統嘅 demography 係用嘅所謂 price to income ratio 即係話樓價中位數佔家庭入息中位數比啊嘛。咁香港持續10年都係世界最難負擔嘅城市啊！嗰個負擔倍數咧，即係樓價佔收入嘅倍數咧，係曾經超過20倍噶嘛。而家就算跌翻落嚟咧，都講緊14-15倍噶嘛。咁但係德國咧係6.5倍嘅啫。咁所以你見到咧，一個咁容易負擔買得起樓嘅國家，但係佢哋嘅自置居所率都可以係好低喎。仲低過香港喎，咁呢個正如前面解釋咧，就係話咧，其實佢哋個租賃市場嘅保障令到佢哋嘅住屋文化本身就唔係想買樓啊嘛，咁所以呢一個個案就已經咧，其中一個可以否定咗自置居所率低咧，唔一定代表係因為樓價不能負擔。好啦，咁2025年7月咧，立法會咧就有一個提問質詢嘅，咁所以呢個較更新嘅數據啦。咁呢個係2025年7月9號立法會會議提問裏邊就係有關市民擁有自置居所嘅數量同埋咧年齡分佈嘅。裏邊所帶出嘅一個現象咧係非常之有趣嘅。房屋局局長嘅回覆咧提供咗呢一個數據嘅圖表啦。咁我將佢繪製成咧圖表之後咧，就更加容易理解啊嚇。首先咧用私樓私人永久性房屋，咁就分做5個年齡層，佢哋咧以單戶業主自置居所嘅年齡分佈。咁大家睇到咧好有趣喎，係越老就越高嘅自置率嘅。由最低譬如話35歲或以下嘅年齡組別啦，佢自置居所比例咧只係佔呢9% 嘅啫，即係1成都唔夠啊。35至44歲咧17%， 45到54歲咧22%， 55到64歲咧升到26%啦，超過1/4啦。65歲或以上嘅長者更加係高達27%，係咪？大家睇唔睇到啊？年齡越高，自置居所嘅比例就越高啊！喺私樓資助房屋嘅自置居所比例咧，個情況就更加嚴重啦。35歲或以下咧，只係得15% 嘅啫。35至44歲咧就11%， 45至54歲咧18%。去到55至64歲咧已經超過1/3，超過30%啦，31%。65歲或以上嘅長者咧35%，超過1/3㗎。咁所以喺資助自置居所裏邊咧，大家見到嗰個越老就越高自置率嘅情況咧，係比私樓更加嚴重啦。咁大家可能會話咁年紀越大就越多時間儲錢啦，咁所以咪買到樓嘅機會越大咯咁。但係實情唔係咁喎。房屋局提供嘅數據咧係有俾埋2016年嘅數據喎，所以如果我哋用2021年對比2016年呢5年喺唔同年齡組別嘅自置居所嘅數量變化咧，大家會見到一個非常驚人嘅結果喎，就係只有長者嘅自置數量咧大升，越年輕嘅自置數量咧就出現大跌嘅。呢度報一報數以私人樓單戶業主呢5年嗰個自置數量嘅變化，最年輕嘅組別35歲或以下嘅咧係大跌16.9%，
超過1成半啦。35至44歲同樣下跌17.6%， 45至54歲大跌15.1%，全部都跌幅超過1成半啊！但係去到55至64歲咧，就微升7.9%。65歲或以上嘅長者咧，大升43.5%。喺呢5年裏邊咧，係不尋常地咧，長者嘅私樓自置數量咧係大升4成幾嘅。資助自置房屋嘅情況就更加嚴重啊！年輕組大跌30%或以上啊！而長者咧，同樣咧係爆升咧近一半嘅48.1%啊！呢度再報一報數啊，喺資助自置居所嘅情況咧，係35歲或以下嘅咧，喺呢5年咧嗰個自置數量咧，竟然下跌34.1%啊，超過1/3啦。35至44歲跌21.8%， 45至54歲大跌29.8%， 接近30%。55至64歲咧微升5.3%，而65歲或以上嘅長者組別咧大升48.1%啊，接近50%啦。咁當然啦，譬如你話自置居所嘅自置數量變化呢5年咧，2016至2021咧，可能係因為政府停建居屋，咁所以咪剩翻啲以前嘅業主咯咁樣。咁但係又有白居二噶啦嘛，點解年輕組別會跌成30%咧？咁啊，背後究竟係咩事咧？咁我就提出一個咧，係其實咧就唔係買唔起，而係咧理性預期風險評估嘛，唔係負唔負擔得起、買唔買得起嘅問題啊嘛，而係冇理由明知跌或者明知投資回報冇其他投資咁好啊，都買樓噶嘛。所以啊，其實出現嘅呢種所謂反常現象咧，其實係一種年輕人更加有投資嘅風險分析能力嘅理性預期嚟㗎。因為咧住房咧，尤其是喺香港咧，就並唔單純係消費品㗎嘛，唔單止係投資工具㗎嘛，佢更加係一個高槓桿嘅投資資產嚟啦。咁所以佢既有消費屬性嘅居住功能，亦都有高槓桿按揭制度底下嘅資產投資功能㗎。咁所以如果我哋睇到咧，年輕人其實近呢幾年準確預測樓價下行嘅風險上升啊嘛，所以唔入市咧並唔係買唔起，而係一種咧對投資更加有洞察力嘅決定嚟㗎。嗱，所以個分析就係話咧，其實喺下跌週期裏邊咧，買樓嘅機會成本係大升㗎嘛。大家做呢個比較啊，譬如話，如果你同樣都喺2021年1月攞住1000萬，你如果擺落去 S&P 500買美股，同去買一層香港嘅住宅單位，經過咗約莫5年嘅時間，去到2026年1月，S&P 500美股喺呢5年嘅回報咧係78.98%嘅，差唔多80%嘅，即係由3841點咧升到6875點啦，升近80%啦。但係如果你攞個1000萬愛嚟買樓咧，咁你唔單止又要俾俾厘印費啊，俾律師費啊，俾經紀費啊，而咧樓價喺呢5年嘅回報率咧係下跌20.6%啊，大約由255跌到200點左右嘅。咁所以其實係個機會成本嘅問題啊嘛，即係話咧，我如果攞咗嗰筆錢去買樓，就等於放棄咗投資其他更高回報嘅機會成本啊嘛，譬如美股。咁所以如果你選擇買樓咧，其實係喺投資嘅角度咧，如果你預期樓價下跌，佢仲要係一個高槓桿、債務長達20至30年嘅按揭貸款，持貨風險極高。而如果你有預期樓價下跌，而佢嘅交易成本又極貴，咁點解唔延遲先至買啫？係嘛？租住反而可以提供更加靈活
同埋咧更好嘅風險管理啊嘛。咁你嗰筆錢擺喺美股，又唔使蝕，又唔使咁高嘅交易成本，仲可以免咗維修保養等等嘅支出。所以啊，其實咧近呢幾年嘅香港房屋自置居所率嘅下降咧，明明樓價跌咗30%喎，咁應該可以負擔啦，但係都冇多咗人去買樓，而且我哋同嗰個數字睇到咧，反而係長者先至係繼續大幅增長持有物業，年輕組別咧就出現大跌啦，就唔買樓啊。所以個年輕人對房價走勢作出嘅準確預測、正確判斷，推遲入市，而唔係買唔起嘅傳統解釋。嗱，呢個情況咧並唔係香港獨有喎。譬如你睇喺中國嘅情況咧，更加明顯㗎，就係當個市場形成就係樓價深不見底嘅共識嘅時候咧，即使政府推出首付比例下降啊，政策刺激加碼啊，成交咧都仍然係相當疲弱㗎。所以顯示咗其實就係話投資嘅決策係建基於樓價預期嘅主導啊嘛。所以年輕人推行嘅所謂三不政策啊嘛，不買房、不結婚、不生娃啊嘛。咁所以並唔係買唔起嘅問題咯，而係咧有更好嘅投資選擇咁解啫。嗱，咁呢件事咧就無獨有偶嚇，啱今日啦嚇，即係美國時間1月21號或者今日啦。咁啊，Trump 咧就喺世界經濟論壇啦嚇發言啦，佢裏邊就提到話咧，一定要有政策推動美國人嘅自置居所比例上升啊。咁大家咧不妨可以咧網上咧 search 下佢今日所講啦嚇，佢將會咧透過行政命令咧係阻止投資者同家庭競爭推高樓價，咁意味住咧就會有一啲限制啦嚇，就以後咧就嗰啲 single family homes 單棟屋咧就唔俾投資者，譬如話嗰啲基金啊或者 REITs 去持有啦。嗱，所以似乎咧阿 Trump 都係用緊傳統嘅邏輯，就係認為自置居所率低咧，其實就係樓價太貴買唔起，所以咧要限制嗰啲投資者唔好炒貴樓，等佢哋買得起咧，佢哋就會家庭咧就會買樓啦。嗱，咁所以呢個都係跳唔出傳統嘅框框。究竟邊個理論先啱咧？咁啊，傳統就用負擔能力去解釋，所以就話咧樓價咧太貴啦，所以咧家庭不能負擔，所以自置居所率咪跌咯。嗱，但係近呢5年香港嘅現象咧係可以否定咗，或者起碼唔符合傳統嘅邏輯框架嘅。反而而家我今日想帶出嘅呢一個命題就係話咧，其實當個價格波動加大，政策方向唔明確，人口就業同收入預期都減弱嘅時候咧，其實家庭係傾向於不置業嘅，所以佢導致出嚟嘅自置居所率下降咧，並唔係買唔起。你樓價跌，即使應該買得起啦，佢都唔買嘅，係因為其實佢有更好嘅投資回報，而唔願意咧走入去樓市嗰度俾你割韭菜啊嘛。我想提出呢個結論就係話咧，其實喺房價下跌或者預期轉弱嘅時候咧，其實房價嘅自置居所率下降咧，就再唔可以咧攞嚟論證就話因為樓價太貴，所以咧家庭咧負擔唔起，買唔起啦。呢一個簡單嘅邏輯背後嘅假設就話家庭一買得起就會買樓啦，呢個假設咧本身係有問題嘅。所以對政策制定者嚟講咧，係要小心關於呢一個盲點，以為咧提高自置居所率咧就係一個短期政策目標，以為咧強行刺激置業咧就可以將呢啲風險轉嫁俾新世代。總結今日嘅短片咧，其實想帶出嘅就係話，從過去話買唔起到唔急住買嘅一種世代轉變嚟啦。回顧我喺2016年啦，當時信報財經月刊1月號咧就以題為咧就係話，姚松炎認為係樓價不看供求，跌市就不心急撈底㗎。咁當時2016年就微跌1成。
然後就反彈啊嘛。咁所以咧，訪問我嘅時候我就話啦，喂，微跌1成啫，唔好咁心急，未係撈底時機嘅。咁然之後到2019年咧，我就再接受訪問啦，裏邊我就提到就話咧，港樓狂升咧就難複製㗎啦。咁亦都預示咗咧樓價將會下行。咁事實上此後就差唔多咧，會出現長期嘅跌浪啦，跌到而家咧就已經跌近3成啊嘛。而呢一段時間咧，香港嘅自置居所比例咧係不升反跌，呢個咧就出現一種反常嘅現象，標誌住咧一個世代嘅轉變啦。現時嘅年輕人咧就唔再係變成房價嘅被動接受者啦，而係開始更加接近金融市場嘅分析，對於住房咧係作出同一系列唔同投資工具嘅風險評估同埋回報選擇嘅。所以喺呢一個新嘅世代裏邊咧，房屋嘅自置居所率咧唔再係單一嘅線性嘅負擔指標，而係咧一個同時包括咗價格預期、制度信任同埋世代嘅策略嘅一種綜合結果嚟啊！只有理解到呢一種世代嘅轉變咧，先至能夠明白點解咧，即使樓價下跌3成咧，自置居所率咧都仍然下跌嘅情況咧。好，今日嘅討論到呢度，拜拜。